自己是知恩，所以自己要发菩提心。那报恩要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啊。那么发菩提心的因呢，很多种不同啊。那因为他有这些因呢啊，比方说痛苦啦，或是他求法啦，或是怎么样啦，总是有因啊来劝发他发菩提心啊。听懂了以后，大概很多人都会发菩提心啊，就是佛法要弘扬啊，没有讲呢，大家不懂，要讲就要有因缘嘛啊，要有人呐啊，要有地方呐，要有这个因缘让你听呐，所以要感谢一切的因缘啊。那佛法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大家想要求法啊，那么佛法生啊，佛就会照顾你啊，师父也会成全你要求多闻啊，也是师父的愿要报恩，所以也要努力讲给你们听啊，让你们都会发菩提心，报佛恩啊，报师祖恩，报众生恩，所以我们是一体的啊。那你们也是啊，要菩萨之恩嘛，对不对？要报佛的恩，要报师的恩，你们也是要更努力修行。像世间的这个学校老师，哇，他的学生呢考上好的大学，啊，还是说他这个学生培出来的很好的学生，他就变明星学校，好，那个老师、校长都很荣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想去读，所以你们修好一点，大家会觉得哇，你们在哪学的这么厉害？你们怎么这么大的改变？这么给师父弟子真的脸都不一样，都比较慈悲，有没有？什么事都是比较能够退让啊，能够这个忍让，然后还会发心布施，成全大家啊，真的不一样的哦，也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啊。人家会看，因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很容易就看得出来。更可能你不是穿得很华丽，可是你就展现了大气呀，大度，所以你的身如意展现出来是超越外在的包装的。